包括仁川观察和世界维吾尔大会在内的6个国际组织于9月15日发表联合公开信，要求9月12日开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期会议就联合国人权高专班发表的维吾尔地区报告的关切采取行动。公开信强调，这份报告发布较晚，但受到全球维吾尔组织和幸存者的欢迎，是迈向问责制的重要第一步。这份公开信以打击国际人权观察、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6个组织的名义发表。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边境的紧张局势仍在继续。当地时间9月18日晚些时候，吉尔吉斯斯坦报告称，在与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冲突中，又有13人死亡，使得该国在此冲突中的死亡总人数达到59人。塔吉克斯坦方面则表示，冲突导致35名该国公民身亡。据报道，超过136千人离开了受冲突影响的地区。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如果发生史无前例的攻击，美国军队会保卫台湾。据彭博士报道，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天播出的节目60分钟专访中，拜登没有正面回应台湾是否会因该独立的问题，但在节目主持人问到美军是否会保卫台湾时，他做出了承诺。中国贵州省天年州昨天凌晨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辆载有47人的巴士翻覆，目前造成27人遇难。此一交通事故因是官方客车征用拉人运往云里执行疫情清零隔离而引发格外关注。居住在日本的100岁及以上人口连续52年增加，达到90526人。据报道，日本最年长的女性是居住在大阪府的115岁的方辰策，最年长的男性是居住在广岛县的111岁的中村茂。在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以疫情清零为借口将维吾尔人拖在家中饿死之后，世界各地针对中国饥饿和种族灭绝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德国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聚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示威和新闻发布会，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抗议者高呼中国保证停止种族灭绝、维吾尔人自由等口号。抗议活动中发表的一份声明呼吁结束种族灭绝，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提高对这种压迫的认识。此外，居住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维吾尔人也举行了抗议中国饥饿和种族灭绝的抗议